就说文化部有举办几多场的国家基建发展会议，讨论到台基政策推杀的现状。不过有真侪民间的台基推广团体是认为，这个会议台基政策推杀的力头也是无够，因就决定伫咧12月之前要办一个全国台基政策民间会议，那要邀请中央部会来参加，也要开放民众报名，希望这个会议呢会当成做民间甲政府之间交换想法的平台。 今年7月到10月，由文化部、关民会、客委会等等单位举办的国家基建发展会议，讨论国家基建发展法施行了后，国家基建的发展状况。因为台基无中央层级的主管机关，一个台基团体认为，会议对台基议题的讨论深度无够，决定要伫12月之前，由民间团体合作举办头一届的全国台基政策民间会议。但是咱台股就是架伫文化部的一个坑。 一个科内面啊，几个人安尼，你讲人嘛无够，这资源拢无够，这过去咱就是一直讲想要来反省这件代志，想要检讨。政府伊可能想要做嘛，唔知影要安怎起头嘛吼。民团表示，台基目前欠缺中央主管机关，好像关注民意有关民会，客机有客委会。 这届全国台基政策民间会议的主办团体之一，台湾台基路协会指出，因长期争取全台基教学的台基学校，通维持台基家庭囡仔的基建环境，但是因为无下部会资源来整体支持，是真扼杀。亲像文化部因已经开始有注意到这点，有这个台基家庭的相关政策送出来，但是咧教育部这边放伫咧台基的资源也是足少的，咱若是无。 用台语来做教学语言的学校，安尼这个语言就是伊是无可能救会活的啦。除了台语囡仔的教育问题，会议也会针对台语转型正义、台语教育检讨这块面向来检讨现行的台语政策。民间团体邀请文化部、教育部等等中央部会参与，也开放民众报名参加，按生拜五开放报名。因希望这个活动通成做民间甲政府之间交流台语政策想法的平台。记者郭文丽、邱凯台北报道。